舊年飛北京，今年飛泰國，有咗經驗之後，今次3個半鐘嘅行程，春遠全程唔喊唔扭計，自己喺度安安靜靜玩到唔想落飛機，甚至我哋喺旁邊休閒咁又瞓覺又睇劇，就係靠以下呢幾個神器。今日我哋純自用，冇廣告，冇廣告㗎。第一個就係呢個 JBL 嘅耳機，你提前單定幾集動畫片，唔知唔覺1-2個鐘就會過去㗎啦。但係大人嘅耳機又重又對小朋友嘅聽力冇保護，我今次就揀咗呢個只有270瓦嘅 JBL 兒童耳機，重量就相當於一支牛奶咁，整體嘅弧度都係根據小朋友嘅頭型設計嘅，中意一部接住一部咁睇動畫片都唔會覺得有任何嘅唔舒服。而且佢入邊仲有音量控制，最大音量會比一般嘅耳機細好多。兒童㗎，唔驚小朋友一下子亂撳，或者家長調音量嘅時候聲音太大損傷個耳仔。而且佢充滿電續航可以有30個鐘，你繞住地球飛一圈都唔驚冇電。而且佢顏色又多，掛喺條頸度當裝飾品都得啊！小朋友喺起飛同埋降落嘅時候最容易扭計下，咁係因為氣壓差會引起佢哋嘅耳仔鼓膜嘅唔適應，所以我哋都會準備一啲續航長，而且食嘅時候可以令春卷不停咁吞口水，緩解耳膜不適嘅小零食。我今次就係帶咗2寶嘅斑斑糖，呢個牌子簡直就係我哋廣東人細個時候嘅第一個盲盒。你永遠無法知道下一粒究竟係咩味。佢嘅斑斑糖入邊係有4種味道嘅，佢係嗰種唔會好甜，有啲天然水果味嘅糖。今次仲有5種維生素。準備起飛同埋準備降落嘅時候，俾一粒小朋友食，啱啱好就可以堅持到平飛階段。到咗最漫長嘅平飛階段，我就會攞出我嘅另外一個神器 Hello Kitty 貼紙書。佢係呢種有立體感嘅黐紙，春卷好方便就可以自己將佢搣落嚟，而且佢嘅黏性做得啱啱好，唔會黐到流膠，唔好撕開。細細地一本就有2頁咁樣好可愛嘅黐紙，好可愛嘅春卷。你可以配合小朋友講故事，或者就等佢自由咁樣去貼，佢就可以自己喺度玩1個鐘頭以上。而男仔我就比較推薦呢種果凍黐紙，我哋之前都買過，但係入邊嘅主題會更加適合男仔，飛機、汽車啊，宇航員啊，身體啊，而且呢種果凍黐紙無論佢黐上幾多層，只要用水洗，佢就可以好似新嘅咁樣一直玩，都係非常推薦。最後我仲帶咗呢種吸樂玩具，佢可以好似砌積木咁樣自由組合。當你坐喺窗邊位置嘅時候，你可以等小朋友自由咁將佢吸到窗上面，整出各種唔同嘅造型，玩下玩下就飛到目的地啦。而且呢樣嘢方便喺邊度呢？特別係喺坐車嘅時候，條路蹬下，你好難俾書同埋 iPad 俾小朋友睇嘅，咁呢個吸樂就特別啱用啦。而且細細地一包又方便攜帶，唔會佔用書包太多嘅空間。如果你哋仲推薦啲咩神器，咁就留言俾我啦，我買翻嚟幫你哋試下佢。試下佢啦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哋玩冇嘢啊。糖糖可以邊度食？唔可以。唔俾。啊。